Hello，大家好。今晡日，你嘅大家来学客家话，爱学乜嘅呢？就是学俩呼唤字，客话用嚟讲，木龙树，木龙树。俩就是方言讲呼唤字，客话讲木龙树，木龙树。你打出来嘅字係用嘅呢？来看一下，手會上到按鈕，也都木龍字。你做得做乜嘅呢？做四條南毛啊，四散夫啊。聽講條拜嘅人寫景咩嘛，係用兩種來寫。咁用嚟做呢都要拿樣，你摘兩長長嘅，轉去按曬半幾早。洗走了以後呢，就愛用嘅嚟拔開來，cái底部cái字磨愛哦，兩字就磨愛咧，留等兩皮呢，拿去cái水cái片啊，按扭啊，緊扭，就會油泡出來，就做得細咧，哦。所以呢，你等咗轉去將來吃看下咯。Hello， 今日你洗澡嘅木龍子就會變安樣，洗到糊糊，本蛋係長長嘅有嘛哈？洗到糊糊，好安樣，洗澡了以後呢，就按烤鐵，烤打開來，好，呀，底部嘅鹽。就磨愛，籽很多鹽哈，啲鹽磨愛，去留啲，你看咯，就按定緊擼，就會有泡出來。條擺雖然講安樣，看起來當環保，不過真嘅那係講愛拿來洗衫褲啊、洗頭拿毛啊，有了真嘅冇簡單咧，我熟悉幾多醬油，有看到泡嗎？有沒有看到泡泡？有吼，兩碼黑，你看這個就是泡泡了。就會按樣色。Hello， 今晡日你嘅木龍樹、木龍子搞好，就分享到兩片咯，裝來了。講頭擺啊，聽講頭擺寫緊咩咪係按樣色，嘅按樣來看一下頭擺寫緊咩按樣版色呢？哦，大家有看到嗎？有泡出來咧，哦。這才喊氣呢，太神奇了，有嗎？這才喊氣呢，你看，按緊擼就有泡誒，擼按到泡過來呢。過來，緊咩？等下，緊咩？哦，你係緊字。這是香夾嘅，等下應該來過來前一隻 Q 嘅緊字來看，等下寫嚟會較緊嘛。按細個個沖水就好咧，係嘛？哦，頭家講按樣細個個沖水就好咧。好，按你來沖水看下咧。好咧，頭家去浸嘅一隻 Q 嘅金子來，大家有看到冇？我看真一下，哦，啲 Q 嘅金子係按樣。等下細個以後會用嘅呢，來看一下。
看起来有较金的呢。好，等下哦，看哦，大家看一下，有冇比条线？哦，你下按个加动金哦。原来就会按样哦，好嘞，什么头家？